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今仔日我要带大家来熟悉一寡灶骹用具的台语。娃娃 TV， 这是灶骹，灶骹，嘛会当讲厨房，厨房。啊，咱灶骹内底有碗，碗，嘛有盘，盘。搁有签仔，签仔，汤匙仔，汤匙仔，搁有箸，箸，毋是箸哦，是箸。咱厨房内底搁有杯仔，杯仔，嘛会当讲后仔，后仔。咱搁有菜刀。菜刀，搁有点，点，嘛会当讲菜点，菜点。刷来是煎匙，煎匙，甲鼎，鼎。搁来是电话，电话，毋是电话哦，电话嘛会当讲电锅。电锅，这电锅内底是话仔，话仔，毋是梅仔哦，是话仔。这是内话，内话。这是外话，外话。在煮饭的时阵，内话爱放水。外话嘛爱放水哦，刷落来，这是饭匙，饭匙。啊，这是人床，人床。刷落来，这是罐头开仔，罐头开仔。啊，这是米桶，米桶。因这个人是用米甕哦。啊，这是倒壳，倒壳。这是古接机，古接机。这个是烤刀，烤刀。好，刷来厨房内底搁有地鼓，地鼓，地鼓会当放伫雅士炉顶悬兄弟，雅士炉。雅士炉，雅士炉的顶悬有抽油烟机，抽油烟机。好，另外厨房内底嘛有冰箱，冰箱，冰箱内底有冷冻，冷冻。灶骹内底搁有微波炉，微波炉，搁有电风箱，电风箱。好，以上就是咱即摆所学的灶骹内底用品，希望大家拢有学到一寡物件哦。我是 Lisa， 今仔影片就到这，若是喜欢影片的话咧，别一把起赞，搁爱分享出去，也别电话观众朋友嘛，别一把起只电话咧，可以叫新叮咚，安尼较能收上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嘛，就是Lisa会员，这都已经开始咯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Lisa嘛有 Facebook 甲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后一个节目再会。